排泄啦，来看慢多。乳方色茶。冇问题啊，票我做就买好诶。哦，冻好运呢，为也没冻好啊。你绕到这里的好运哦，嘿，你啊，我做就伫庙路当红停票，这样有暗好嘅味嘅。哦，提早伫庙路订好票啊。进行动力片哦。排泄啦。有想要什么个东西吗？这东西，我还在想啊。是番薯好吗？番薯哦，我冇爱啦。其实啊，我是早啊吃都有地会痛饱咧。是点心好吗？点心嘛，我什么嘅啊？是烟囱好吗？烟囱哦，烟囱嘟嘟好诶。嘅，我是辣嘅，还是唔辣嘅啊？当然是辣嘅啊，因为含上的是甜嘅饼，又咸又甜，用食起来吼，你是较多用啦。有道理呢。嘅你啊，就买烟囱，嘅饼的呢就咸的甜的各一包。嘅因为天阳啊有2点钟，故说呢，我是无看嘅面试，怎会呢改哦？简单说出好嘞，因为你天阳连底部都吃东西哦，先会影响到骗人。错诶，嘅你是嘛嘅凉水啊？这我就想好嘞，然后食小咖啡。小咖啡，唔可听。可听。今日天生想吃兔呢，唔可听会吃小鸡哦。体重热天的时间是小咖啡，咖啡天朝爱小鸡，长得香。好啦，你欢喜就好啦。今日爱吃冰冰嘅凤茶。冰嘅？我爱凤茶1杯，去冰。哦，好啦，冇问题啦。好，今日你去点餐啊？好，行啊。我家看睇那个剧情吼，我发现个当重要的事情。哪个事情啊？民以食为天。民以食为天，嘿，要吃个东西当重要。入到天阳宴，唔系先看等下系几多点爱放水。第一件事情上，等下爱什么个蹦天阳。错，都带爱什么个东西啊？像去天阳啊，可能有人会食番薯啦、烟囱啊，又系咖啡、凤茶，动多都有可能哦，哈。发现搭上人好食嘅东西，真嘅冇穷用。完全冇穷用哦。有人好食饼，有人好食烧，有人好食甜，有人好食辣，真嘅冇穷快，冇穷用。像凉水啊，你什么嘅珍珠奶茶啊，有人好食烧鸡啊，有人好食饼嘅啊，嗰种完全冇穷用的哈。所以咧，古所根本就要教大家，啲天阳宴可能会拄到乜嘅食嘅东西。对，老大家教嘅就系番薯。番薯，我们再一次哦，番薯。番薯，你番嘅就系地瓜。冇错，地瓜。古种咧，你做得去天阳宴嘅时阵，问下顺头，然后你向下来去嘅朋友问讲，食番薯好冇？食番薯好冇？意思就系吃地瓜好不好？唔过去天阳宴食番薯，亲像有一条诶，平常是较少人会按嚟做，唔过可能系配番薯、卖番薯嘅事就当好食了。真嘅，唔过呀，它其实没懂便利哦，便利商店没有卖番薯啊，它空天豆诶，得错嘛啊。接下来要教大家就系点心。点心，我们再一次哦，要记得点跟心，嘴巴都要 happy 来。嘿 ，happy 来。点心。点心。你像用做在问顺丰嘅朋友，然后你向下去天阳宴朋友问佢讲，食点心好冇？哦，食点心好冇？意思就係吃點心好不好？唔做對問佢講，好食乜嘅點心？食點心好冇？錯。因為去天陽宴可能係3點鐘天，唔是食到乜嘅飯啊麵啊，食點心就當做得。我撒下來呢個可能啲我會接受食得到嘅東西就係
烟囱。烟囱，我们再一次哦，烟囱。烟囱，两声嘛，再来就是香香肠肠，尤其是配烟囱，懂真好好，食。错错错，你就做点焖时候的人，焖佢讲食烟囱，好冇？食烟囱，好嘛？呀，意思就是吃香肠好好不不好好？可能会青岛人会去给天阳宴吃烟囱，不过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可能那个蒜味就不要点。臭臭的蒜味，哎，收敛一些些啦，哎，哈，我可能吼，给顺好的人会吃懂电影啦，也是没没要注意一下有大家的礼貌礼节，要也注意一下哈。有呀，好，甲下高铁太价是个动多嘅东西以外，这个东西含有动多嘅口味，比如讲酸、甜、苦、辣，那都带用合翻用版形讲，比如讲像我本人就动好生辣，哦，你然懂好吃后会切个的了，炒辣椒酱哦嘅嘢，那就动好生嘛嘅辣，辣再一次哦，辣。辣，好，这个辣呢，客家话呢要把那个舌头顶在牙齿背后，辣。辣，好，那如果相反的，很怕吃辣，我就是吃不辣的东西，唔爱辣。唔爱辣，再一次哦，唔爱辣。唔爱辣，好，我们就可以套上例句喽。爱食辣也係唔愛辣。爱食辣也系唔爱辣，好，这意思呢就是要吃辣的还是不辣的呢？给你家欣赏好食辣嘅唔愛辣咧。其實哦，我係唔愛食辣嘅啦，係唔好食辣唔好食辣嘅呢，所以唔嘅去天陽煙，假使去食煙腸就係哦，我愛食嘅唔愛辣。唔愛辣嘅唔愛辣嘅，好。接下來咧，要由青島人去天陽煙好食餅嘅。餅嘅，我們再一次哦，餅嘅。餅嘅，好，记得那个 biang 后面是那个舌根的鼻音，到 a 的时候要记得把那个舌根的鼻音再带出来一点。哦， biang 哎，餅呢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大饼哦，不是去那个给人家係請唔係唔係哦，喝喜酒的时候会請你吃大饼，不是那个太 biang 哦，是 biang 哎，就是饼干。餅乾，聽下來看一下，記嘅係乜嘅咧？因為我很想過食甜嘅餅嘅。因為我很想過食甜嘅餅嘅，好，我還想再吃甜甜的餅乾。我們再念一次哦，因為我很想過食甜嘅餅嘅。因為我很想過食甜嘅餅呢，哎，甜咩甜咩都可以看，可以疊字起來。接下來呢，在電影院要除了吃以外，還愛飲東西。啊，錯錯錯，一動蔥油了，哎，像我可能很愛喝可樂，哎，可樂少女。其實係雪碧少女，啊嘿，就可以用碳酸飲料。再看一下飲料，它方用白飲講涼水。涼水，我們再一次哦，涼水。涼水，我們就看一下的飲料，看涼水，愛食乜嘅涼水？哦，涼水，你愛食乜嘅涼水？哎，愛食乜嘅涼水，就是你想喝什麼飲料？我們再一次，愛食乜嘅涼水？愛食乜嘅涼水？好，我們除了這些飲料以外呢，我們看一下飲料的內容有哪些。有奶豆、天雜，有人可能去天陽嘅，我個可能嘅已粉像衰夢，愛食的東西來提神，哈，要精神它厚一些。咖比，咖比，哎，咖比，咖比，就是咖啡，食嘅咖比就是精神檔吼，你就做嚟講。我愛食咖比，我愛食咖比，呀，意思就是我要喝咖啡。那記得呢，在客家話呢，食其實代表吃跟喝都可以，但是如果要特別指我要喝東西的話，就是用啉，要記得這個啉，就是尾巴那個嘴巴要 happy 來。所以呢，剛剛這個我愛食咖比，咩做得講？我愛啉咖比。
爱爱啉咖啡。非常棒，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。哇！给除的咖啡以外，我知道给丽嘎出的是雪碧少女，错那是红茶少女。冇错，我就是红茶少给女。红茶合翻都带用白形讲嘞，就是红茶。凤茶。要记得讲这个粉的时候呢，嘴巴要嘟一点，圆一点，不要让它尖尖的一点哈。凤茶，哎，没有错，红茶。所以呢，你也可以问隔壁的说，你问完说，我爱吃马街，爱啉马街，佢就会讲，我爱吃粉茶。我爱吃凤茶。意思就是我要喝红茶，这样意思就会按你哦。不过呢，那个饮料嘛，凉水，甲虽然讲係凉的，不过正經的饮料有sau的，有冷的，有冰的，有爽文的，有清多種。第一個就講地波不用動到冰角，介做冰冰。冰冰。再一擺哦，冰冰。冰冰。非常好，我愛食紅茶，愛冰冰。我愛吃鳳茶，愛冰冰。哎，這句話呢，我們可以把它轉換成更口語的形式。我愛吃冰冰的紅茶。我愛吃冰冰的鳳茶。我要喝冰冰的紅茶，冰冰涼涼的紅茶非常好喝。錯，哎呀，冰冰懂等一下哈，當像嘅韓國講冰冰冰。哎呦，唔係安樣推誒客家唔係安樣，你按呢係冰冰哦。不過呢，有人可能他想喝涼一點，但是又不想吃到冰塊，坦白大家去涼水店嘅時間就做得按呢點咯。唔過咧，加搞個冰冰，第二他就會搞，我喜歡喝熱的嘛。係啊，熱愛用辦公呢？少少，少少，再一擺哦，少少。哎，記得一樣，我們前面幾集的時候有教過少，哎，少，哎 ，L 的音哈，要記得把它拉起來哈。沙下來咧，嘿。有個煙囱，加入搞個煙囱，煙囱配起來嘅咪絲，披起來用版，動香哦。係，古時候你下就做得搞太家講係香香，香香，動香，動香。哪個東西動香咧？就係咖啡要熱的才會香。哦，咖啡聽出愛燒嘅真會香。咖啡天出愛燒的真會香。再來一擺哦，咖啡天出愛燒的真會香。咖啡天出愛燒的真會香。非常讚對哦，給自己一個動針的手勢，唔知大家都學會嘛？真嘅哦，學完了以後肚勢又搖了哦。真嘅吼，看天陽食東西心情動吼，唔過看天陽嘅時節。上次就像我家下講到，一開始講到，一天陽夜唔但將會有歡喜嘅事情，有上次會冬天。啊，會冬天哦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呢？本來你共下來看下去咯 ，Go！